請善待奴婢的家人。平儿是死在奴才的手里。平儿不是死在你的手里，她是死在了索尔纳的手里。索尔纳又害死了一条人命。刘光才，奴才在。平儿的后事跟家人，你可以破格优抚。还有，你现在就去把实情告诉兰贵妃和贤妃，让他们都回宫去吧。这，把索尔纳给朕叫来。朕要废了他。平儿上吊自尽了。也都怪那皇后娘娘，平时积威太甚，所以让平兒說出真話，都不相信能夠逃得過皇後娘娘的黑手，選擇了自盡。事情已經真相大白，貴妃娘娘受驚了。現在時辰已晚，萬歲爺讓貴妃娘娘回宮歇息。劉公公既然審出了真話，使本宮得以洗脫罪名，本宮十分感謝公公。這件事情，公公可謂是勞苦功高，本宮記在心裡。往後本宮一定會對公公敬重有加，厚待公公。奴才謝貴妃娘娘，奴才一定盡心竭力，好好的服侍貴妃娘娘。好了，那本宮先走了。恭送貴妃娘娘。蘭貴妃，你成功了。你为了皇后之位审时借勢，设局除了索尔纳。索爾纳不配为后，活該完蛋。但你若立為皇後，怕更絕非是皇上後宮之福啊！你設的局太深了，這個平兒，怕也是你局中一子吧？索爾納，朕告訴你，平兒一起自盡。如今又害了一條人命。平兒死了，她自盡了。他死了活該，他出賣自己的主子便該死，他就是今日不死，本宮一定要讓他生不如死。這個吃裡扒外的平兒，一個下賤的奴婢，本宮真敢將他活埋了才痛快。本宮明白了，他是因為出賣了本宮羞愧而死，活該，活該，他真是活該！索爾納，你說，你還做過哪些壞事？還害過哪些人？還做過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？你說！皇上，本宫做的壞事可多了，後宮所有可怕嚇人的事都是本宮做的。皇上知道果真為何會小產嗎？果真並非是因為風寒鬧肚子將孩子弄沒了，而是因為那幾隻毒蝴蝶。那幾隻毒蝴蝶是臣妾一手做出來的。皇上，你覺得夠精彩、夠玄妙嗎？你說什麼？什麼毒蝴蝶？看來皇上還不知道啊。皇上真可憐啊。那蝴蝶案，劉公公一定知道，就讓劉公公告訴你吧。劉光才，奴才在。索爾納說的什麼意思？
万歲爺，苏尔纳的后位怕是保不住了。这个董小宛一进后宫便搅得天翻地覆。姑姑，这件事情恐怕不能怪董小宛吧？怎么不能怪他？若没有董小宛，便没有今天晚上的事。灵珠皇后。苏尔纳，这要废了你，这一定要废了你！你废吧，废吧，你废吧，废吧！我知道你一直想废掉我这个皇后，令令新后。自大婚那日起，至今6年，这6年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，从来没有。是，灵珠赢了，灵珠要成为新后了。皇上，苏尔纳诅咒这个新后。苏尔纳还告诉你，若灵珠成为新后，他定会让你毛骨悚然，毛骨悚然的。刘光才，奴才在。传朕口谕，将索尔纳关进坤宁宫。从即日起，索尔纳不得踏出坤宁宫一步。没有朕的旨意，更不允许任何人去看望索尔纳。钦此。奴才领旨。皇娘，昨晚儿子沈清案由后，由于时辰太晚，就没有过来给皇娘请安，还望皇娘恕罪。皇娘，兒子废後心意已決，還望皇娘成全。成不成全，怕是都攔不住皇帝了。害得果真小產的毒蝴蝶案，朕已經知道了。加上這一條，索爾納都該被打入冷宮。這件事，皇帝怎麼知道的？是索爾納跟兒子說的，並且他自己也承認了。而後，兒子令劉光才說出了詳情。額娘就怕你知道這件事會廢後，可你還是知道了。不過索爾納主動承認這件事，反倒讓額娘覺得不一定是他做的。索爾納身為皇後，一錯再錯很可惡，朕對她已經沒有耐心了。皇帝冷靜，沒確鑿證據之前，是不可以給索爾納定罪的，應該查清楚真相。皇娘，你還在替索爾納說話。兒子說過，單憑南苑一事，索爾納就該廢。皇帝，你先不要激動。南苑的事情，索爾納犯了極大的過錯，但在這事之前，他表現的都不錯。他真的想讓皇帝你滿意呀？那都是他裝出來的。皇娘，
他是为了讓兒子提前恢復他的中宮奸表裝出來的。皇娘，您都沒看出來嗎？皇娘，兒子跟你說句實話，兒子現在看到他，都會有一種毛骨悚然之感。所以，兒子懇請皇額娘同意廢掉他。皇帝如此堅決，索爾納又做了這種事，好，額娘就不再護着他了。皇帝要廢他，就廢吧。兒子謝皇娘成全。起來吧。皇帝，你下旨废後之後，需要盡快確立新後，而後宮中有資格被冊封為後的，只有蘭貴妃和榮貴妃。皇帝屬意哪一個？靈珠和多納，兒子考慮過。如果論聰慧才情，還有統領後宮的能力而言，靈珠勝多納較多，所以兒子考慮冊封蘭貴妃為皇後。額娘同意皇帝的選擇。冊封蘭貴妃為新後，對於緩和化解皇帝和議政會議的矛盾大有好處。這個，兒子還真沒有想過。相反，靈珠的出身還是兒子較為反感，甚至說比較敏感的地方，他可沒有沾到他出身的光。皇帝心目中的人選與額娘一致，那就好了。而這個理由不需要理會。皇娘，今天晚上兒子想歇在南院，兒子想還是跟皇額娘通報一聲比較好。蘇娜，去外面守着，別讓人進來。是。皇帝歇駕南院，額娘不可以阻止，但有件事，額娘想同皇帝商量。皇娘，您請說。董小宛剛進宮，她和她隨身的侍女對宮中的禮儀甚為生疏。額娘身邊有個侍女叫婉兒，熟知宮中禮儀。額娘想讓婉兒去南院服侍董小宛，同時在禮儀方面給予提醒指點。禮儀之事，可否讓劉光才派人指點？再說了，這淨室房不是有專人的？不必，便讓婉兒去吧。不錯，南院的情形，婉兒會向額娘稟報，皇帝不需要為此感到不悅。董小宛進宮已引發複雜緊張的局面，額娘必須清楚南院的情況，以防不測。這個就算是額娘同意讓董小宛留在宮中的一個前提。好，那就讓婉兒去吧。比如今晚，皇帝要寵幸董小宛，那董小宛就有懷上龍種的危險，而這個危險是萬萬不能發生的。所以婉兒會在皇帝入寢前服侍皇帝喝一碗金太醫研製的湯藥，這個湯藥不會傷害皇帝的身子，但是可以確保董小宛絕對懷不上皇帝的龍種。皇娘，兒子之前寵幸其他嬪妃的時候，你也是讓兒子喝金太醫熬的湯藥，但這些藥呢，是助生助育的，您恨不得每個嬪妃都懷上兒子的龍種。可兒子不太明白，這現在到了董小宛這兒，怎麼這藥就要反着喝呢？事關朝廷安危，事關皇帝的地位，額娘不得不幫皇帝把把關。這件事，皇帝絕對不可以任意妄為，或是糊弄額娘。額娘一片良苦用心，盼皇帝能深切理解，千萬別弄出不可收拾的局面。皇娘，您放心，兒子絕不會弄出不可收拾的局面。
奴才见过董主子。刘公公，快起来吧。谢董主子。董主子，这是太后身边的侍女婉儿。董主子，婉儿精通宫中礼仪，太后把她叫来服侍您，顺便给您讲一些宫中礼仪。太后娘娘把婉儿叫来伺候您，那是太后娘娘对您的恩赏。奴婢見過董主子。婉兒姑娘果然落落大方，長得也十分俊俏美麗。劉公公，小婉不能面見太后娘娘，所以小婉請劉公公代小婉向太后娘娘謝恩。那往後婉兒和扣扣就是董主子的隨身侍女了。婉兒姑娘，我和扣扣是刚进宫，有很多規矩都還不懂，以後你可以隨時指點。奴婢哪敢指點主子？奴婢不過是領太后娘娘令，過來好好服侍董主子的。婉兒姑娘，總之，以後要辛苦你了。這是扣扣，以後你們便是姐妹了。扣扣，來，婉兒比你大幾歲，你應該叫她姐姐。婉兒姐姐，扣扣妹妹。董主子，婉兒的事情，奴才就算交代完了。董主子，今晚皇上要歇駕南苑，董主子可知道？英格尔下午已經說過了。董主子，萬歲爺很快就要駕到了，按照禮儀，您得香湯沐浴，恭候聖駕。好，那小婉這就沐浴去。董主子，迎接聖駕歇息時的沐浴，其儀式過程與平日又有講究，請主子允許奴婢服侍主子禁浴。劉公公，小婉平時禁浴都是只有扣扣在場。董主子，婉兒說的對，董主子第一次迎接聖駕，用什麼香湯禁浴，使什麼香料上身，需要身子泡到幾分酥軟，這宮中都有極嚴格的規矩啊。好吧，那就讓婉兒來吧。董主子，請。聽說皇上今晚歇駕南苑，這董小婉還沒進後宮，已經是最得寵的人了。妹妹和董小婉見過2次，倒是覺得這個董小婉確實有些與眾不同，難怪皇上會那麼喜愛她。妹妹啊，姐姐感到有些奇怪，這平日裡你並不算膽大，可這次怎麼竟敢有勇氣去見董小婉，還同她認了姐妹？姐姐，妹妹同她認姐妹，那是皇上的意思，但是妹妹真正的姐姐只認你一個。皇上對你好，希望你同董小婉好，這個實屬正常。可你要知道皇額娘的旨意啊，這後宮是皇額娘在管理，你就不怕皇額娘不再疼你，甚至厭惡憎恨於你嗎？怕，妹妹真是怕得要命，但是妹妹又怕皇上會厭惡我，不再喜歡我，所以妹妹只能做一個選擇。原來是這樣，你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啊。是啊，妹妹就是這樣想的。只不過妹妹和董小婉見了之後，還真是感覺挺投緣的。
姐姐，你觉得皇后娘娘会被废黜吗？皇后这次应该是必废无疑了。兰贵妃当選新後，便也是毫無懸念。妹妹，你說這蘭貴妃當選新後，我們的日子怕是要更難過了吧？姐姐不要怕，姐姐和妹妹是這後宮中最弱也最不爭強的人了。就算這個新皇後再厲害，我想她應該也不會對我們下手吧。妹妹這話還真說到關節上了。皇上，請用湯。皇上，太后娘娘說，這湯能進補。万岁爺，請用湯。万岁爺，刘光才，奴才在。朕砸了多少个碗，就證明朕喝了多少次進補的藥湯。朕砸碗的事情，你可以回去如實的稟報太後娘娘。萬歲爺，奴才。婉兒，朕跟董主子談話的時候，你給朕滾得遠遠的，聽見了嗎？皇上，奴婢明白，奴婢定會躲得遠遠的。都下去。這。是。姐姐，这香味實在是太濃，弄得扣扣鼻子好難受。扣扣，你犯了2個錯。我犯了2個錯，哪2個啊？1，你身為奴婢，竟敢在主子面前打噴嚏，你這是不恭，是失禮。2，你竟敢叫主子姐姐，這後一個錯比前一個錯更大。婉兒姐姐，你不像是來服侍主子的，倒像是來監視主子的，來找茬的。董主子，扣扣他太放肆了，你必須教訓他。婉兒，你剛來有所不知，扣扣和我是情同姐妹，是我讓她叫我姐姐的。至於這打噴嚏，我們才進宮不久，扣扣還沒學會控制不打噴嚏。這宮裡的規矩實在是太多了，咱慢慢學好嗎？是。扣扣，扶我起來吧。好。
福临，小婉这样叫你，小婉觉得自己很幸福。我知道你现在一点都不幸福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尽最大的能力给你幸福。小婉真的觉得自己很幸福。小婉现在才明白，在小婉去江阴的路上，皇上救下我，还一路保護我。還有怡清園、紅旗父子鬧事，他們來賠罪，都是皇上刻意安排的。小婉，我好幸福，我的心跳得好快。小婉现在好像在夢裡，皇上卻在小婉眼前，是那麼的真實。小婉很感謝黃公子，可是小婉怕要讓黃公子失望了。小婉還是留在怡清園，過自食其力的日子吧。小婉，你好美，感謝上天把你給了我。小婉決定歸齊了。真的決定歸齊了啊？小婉，朕的心情難以言表。正好，現在江南總督鄂碩正在經述職，這樣吧，你就歸在鄂碩的門下吧。鄂碩是朕的人，他會聽朕的。反正小婉都聽皇上安排。這件事情，我們一定要在暗中進行，不能讓任何人知道。皇帝摔碗，哼，他火氣真大呀！太后娘娘，碗是摔了，可皇上的藥湯啊，認認真真的，一滴沒剩，全喝了。行，他要摔就讓他摔吧。劉光彩，奴才在。你通知御膳房，準備上幾櫃子好碗，讓皇帝一個一個的去摔。太后娘娘還有心說笑，那奴才就放心了。小婉，朕要跟你說件事情。朕已經查明是皇后索爾娜命令蘭貴妃對你用的刑。朕已經決定廢掉索爾娜她的皇後之位。皇上真要為小婉挨打一事廢除皇後？臣妾……哎，小婉，以後沒人的時候，你不用自稱臣妾。皇上黃公子對你是夫妻之情，在你的面前，我不是一個君王，而是愛你至深的夫君，你明白嗎？小婉明白，小婉只是剛才一時情急，所以才用了宮中的稱呼。對了，朕要廢除索爾娜的皇後位，這事你怎麼知道的？昨天果真妹妹來看小婉，她跟小婉說，皇上定要為小婉雪恨。這個時候果真還能與我們同心同德，朕真是頗感欣慰。索爾娜該廢，小婉，你不用想那麼多。皇上，小婉不知道皇後娘娘失德事宜有多嚴重，但小婉想廢後事大。如果皇上因為小婉的事廢了皇後，小婉心裡
會很不安的。大可没有这个必要。真要废了索尔纳，不仅是要为你雪恨，还你公正，还因他的所作所为，已经不能母仪天下了。所以朕要废了他，这是朕深思熟虑後的結果。再說，朕好不容易才說服了皇額娘，讓她同意廢後，你真的沒有必要想太多了。皇上是好不容易說服太后娘娘，也就是說，太后娘娘心裡其實是不想廢後的。索爾納失德失儀，皇娘依情而出，照規矩應該廢了他。之所以皇額娘還在猶豫不決，那是因為索爾納是皇額娘親哥哥的唯一女兒，她也是皇額娘唯一的親侄女。原來是這樣，那太后娘娘心裡一定十分難過，太后娘娘也不好向她哥哥交代啊。這件事情，你就不用想太多了。小婉，朕這麼跟你說吧，就算沒有你這檔子事兒，當朕得知索爾納的惡劣行為之後，也照樣會廢了他。皇上如果真要這麼做，那皇上一定要好好安撫太后娘娘，讓太后娘娘心裡不要太難過了。朕廢了索爾納之後，必須要立刻另立新後。後宮的蘭貴妃，朕覺得有能力勝任皇後之位，所以朕想立她為後。朕現在還不能給你名分，可是朕又不能讓皇後的位子空在那裡。其實，在朕的心目中，你早就是朕的皇後了，別的女人無法替代，你知道嗎？皇上，你想多了，小婉從來沒有想過名分之事。小婉只是剛才聽皇上說要立蘭貴妃為後，小婉感到有些震驚。皇上已開始寵幸這南苑了，只怕這一寵幸啊，就寵個沒完。寵個沒完？這董小婉很快就得不到皇上的寵幸了。本宮冊封以後，會設法讓皇額娘出面制止這種寵幸。朝中大臣也絕對不會坐視皇上去寵愛一個漢人女子。董小婉的結局，最終是會被逐出宮去。唉，冊封以前，絕對不可以出任何的疏漏。妹妹明白。小婉是個唱戲之人，平日裡讀人心術也是小婉分內功課。小婉看人還是準的。那日在南苑，小婉和蘭貴妃娘娘是眼對眼、面對面較量過的。小婉覺得那個靈珠是小婉見過最為兇險、最為狠毒的女人。她根本不是想和小婉結什麼姐妹，小婉倒覺得她是真心想趕小婉出宮啊。原來你是這麼看待蘭貴妃的。皇上，小婉才進宮不久，對任何人都沒有成見。小婉只是憑感覺來判斷。像果真妹妹，小婉一見便覺得她十分活潑可愛，是一個純良的人。靈珠贏了，靈珠要成為新後了。皇上，索爾納詛咒這個新後。索爾納還告訴你，靈珠若成為新後，他定會讓你毛骨悚然，毛骨悚然的。
好漂亮啊！这是我特意为你定做的，喜欢吗？我很喜欢。那既然姑娘喜欢，姑娘可否也送我一样东西？这样的话，等我回到京城，我可以时常看着她，想着你。也不知道送给皇公子什么东西好。这是我随身带的一颗发珠，就送给皇公子做个纪念吧。皇后娘娘，刘公公怎么来了？奴才是请皇后娘娘到慈宁宫問話。皇额娘，臣妾知錯了，臣妾不該讓平兒做假證，更不該與皇上大吵大鬧。臣妾是上了蘭貴妃的當，臣妾自知蠢笨至極。你知道自己蠢，總算有的救。如今皇上是恨死臣妾了，鐵了心要廢掉臣妾。臣妾犯了大過大錯，無意辯解。只是皇額娘，臣妾心中有些委屈。臣妾是領了皇額娘的旨意，讓眾妃去助董小宛出宮的，誰知被蘭貴妃設計陷害利用，將皇額娘交代的事情辦砸了。臣妾對不起皇額娘，臣妾真想將自己打死算了。別打了，打給哪個看呢？索爾娜，你懷疑蘭貴妃這件事，你不可以對皇上講一個字，你沒有任何證據，皇上是不會相信的，只會認為你是瘋狗亂咬人，明白嗎？臣妾知道，這件事臣妾只對劉公公一個人說過，臣妾是希望劉公公能夠暗查蘭貴妃，有朝一日能夠洗刷臣妾的冤屈。臣妾還專門叮囑過劉公公，千萬莫將此事告訴皇額娘。誰知，你叮囑劉光才是假的，你期望劉光才稟報或是額娘發現才是真的。你這點小心思，瞞得過額娘嗎？原來皇額娘早已洞察了臣妾的小心思，臣妾還自作聰明，真是愚蠢。這件事你有點愚蠢，不過也令額娘有些欣慰。如果你要像以前那樣大吵大鬧，一頭撞牆，非要見額娘，額娘真的不會見你，甚至讓皇帝直接下旨將你廢掉算了。如今你懂得進退，懂得用心，說明你還有得救。皇額娘，臣妾知道臣妾讓皇額娘失望了。臣妾原本以為皇額娘會阻止皇上廢後，給臣妾一個改過的機會，可是沒想到皇額娘也不要我，不認我了。
额娘没不要你，不认你，你是额娘的亲侄女，你阿玛就你一个女儿，额娘能不认你不要你吗？额娘告诉你，额娘不是没有阻止过皇帝，可皇帝万分震怒，又在礼上，额娘是不得已才点了头，但额娘也保住了你的妃位。臣妾不用皇额娘为臣妾保住妃位。如今臣妾被废，已无脸再待在宫中。臣妾希望皇额娘允許臣妾回到蒙古科尔沁草原陪伴阿瑪。索爾納，你先別想着回老家的事，你回到老家就有臉面嗎？废後的事，额娘明天再跟皇帝談談，爭取讓皇帝改變心意。臣妾多謝皇額娘，若臣妾真的不被废后，以後臣妾再也不會讓皇額娘失望，也不敢惹皇上生氣了。起來吧。皇帝怎麼會突然想到立多納為後？皇娘，兒子只是感覺靈珠這個人很難琢磨透。他雖然聰明，但心機太深。兒子突然明白，像多納這種忠厚老實的人，如果他能統領後宮，那朕才能真正的安心，後宮才能真正的祥和安寧。皇帝對靈珠的人品有了新的認識，能說給額娘聽聽嗎？靈珠之前對朕說，她十分欣賞董小宛。她說她在南苑是故意上演的一場苦肉計，是為了能夠讓小宛留在宮中。她竟然對你說過這樣的話？哼，靈珠啊，兒子對這些說法產生了懷疑。兒子十分肯定的是，靈珠絕對不是故意在上演苦肉計，而是真心想把小婉趕出宮去。靈珠當然是真心想趕董小婉出宮，這個還需要說嗎？這個靈珠欺騙皇帝，為了皇後之位，竟然如此不擇手段。不立靈珠為後，皇娘能與兒子的想法一致，兒子甚是高興。好在這件事情沒有對外人宣示。但這件事有個棘手之處，是正親王和嫉妒。昨天正親王來請安，其實是試探立後的口風。額娘想立靈珠，咱倆已經說定了，就給他透了點口風，希望讓他更知進退，效忠皇帝。現在有改變，恐怕正親王和簡親王會非常失望。啊？這件事情正親王已經知道了。基督啊，咱家靈珠封後一事就快成功了。阿瑪，您這是得到消息了？昨天下午，阿瑪獨自去慈寧宮給太后娘娘請安，其實就是想探探看太后娘娘冊立皇後的口風。太后娘娘對阿瑪特別親切，說了些呢議政會議要跟皇上同心同德的事情，還說朝廷要仰仗你阿瑪。總之十有八九，咱們蘭貴妃封後之事定了。好啊，阿瑪，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！我們家靈珠封後，那我們家這不就長了大清朝一小半家了嗎？哎，又來了又來了！阿瑪平時怎麼教你的？謙虛要謙虛。兒子這不是在老爺子您面前才這樣說的嗎？老爺子，您心裡現在也樂開花了吧？啊？基督啊！再過幾日呢，就是例行朝會。皇上一定會在朝會上當面宣布廢黜皇後和冊立新後的大事。到那時候啊，咱們家要大擺酒宴，慶賀他3日。
皇帝有什么解決之法？皇娘，兒子在想啊，如果下旨，我們宣布廢後立後之時，同時就乾脆進蘭貴妃為皇貴妃，這樣蘭貴妃和正親王一家也可以得到心理平衡，同時也可以減少廢後立後之事的震動。皇娘，您覺得呢？皇帝所言有些道理，不過額娘現在還有一個想法，想同皇帝商量商量。皇娘，您對兒子說吧。福臨，如果靈珠真有陷害索爾納的重大嫌疑，那皇帝廢掉索爾納的事，可否重新考慮呢？董小宛歸入董鄂氏正白旗，向祖宗3叩首，1叩首，再叩首，3叩首。民女董小宛自願歸在鄂大人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董主子，快起！兒子廢掉索爾納的心情和心意，皇娘一清二楚，而且你也同意了兒子的決定。兒子聽皇娘的話，答應保索爾納的妃位，可皇娘為什麼又突然不同意廢後了呢？皇帝應該很清楚，額娘是不得已才同意廢後的。目前的情形是，皇帝要立的皇後人選是多納，而不是靈珠。如今是在多納和索爾納之間選擇，與其立那個分量不足的多納為後，為何不再給索爾納一個機會呢？皇娘要兒子繼續接受這個無德無行的皇後，實在太難了。如果皇娘執意要保住索爾納的後位，那兒子也要提出一個條件。皇帝有什麼條件？想保住索爾納，就必須要給董小宛一個妃子的名分。皇帝怎麼能用董小宛的名分來做交換條件？這太荒唐了！這件事額娘絕對不會答應，皇帝也不應該提出這件事。兒子為什麼不能提出這樣的條件？既然皇額娘要保住理應被廢的索爾納，兒子本是不同意的。如果兒子現在同意了，難道皇額娘不做些讓步嗎？皇帝還在糊塗之中，董小宛可以留在南苑，已經是額娘做出最大的讓步。皇帝，你絕對不要，也不能再有其他想法。好，行。既然皇額娘對小宛這麼決絕，那兒子也沒有其他的想法了。兒子就告訴皇額娘，兒子也絕不同意讓索爾納繼續當皇後，兒子一定要廢了她。皇帝，你好絕情！皇帝以為只有額娘接受不了董小宛，想讓董小宛出宮嗎？皇帝已經忘了議政會議的權威和力量了。議政會議？議政會議怎麼了？啊？額娘不妨告訴皇帝一件事：正親王和索尼早代表議政會議告訴過額娘，如果皇帝對董小宛的事情再有過分之舉，議政會議將不會再向皇帝交出兩黃旗印，聽見了嗎？他們已經對額娘做出了嚴重的警示。這幫混賬東西，他們竟敢威脅朕的皇額娘！小婉吶，我走了。皇上令我火速回江南，以免太后娘娘問罪。那義父大人快走吧，小婉請義父大人一路珍重。好，臣告辭。Coco，哎，替我好好送送義父大人。是。好，走吧。皇娘，不說這些了，兒子跟你說一件好事，一件高興事。
董小宛自願歸齊了，而且歸我滿齊。董小宛歸齊，是歸哪一家？鄂硕家。他得一鄂字，以後皇额娘可以叫他董鄂氏。董鄂氏，这倒是个不錯的滿漢合一姓氏。不過皇帝，你千萬不要以為歸了齊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封賜他名分，你想都不要想。這個鄂碩膽子真大，這麼大的事都不告訴額娘。好，明天額娘要傳他進宮，問問他這個一品大員心中還有這個太後嗎？皇額娘，現在鄂碩都已經在回江南的路上了，難道你要派人把他攔下來嗎？皇帝做事越來越周密了，神不知鬼不覺地安排董小宛歸齊，歸的呢是挺有門面的鄂碩一門。鄂碩呢，他聽從皇帝的旨意之後，溜之大吉。皇娘，鄂碩之所以會同意小宛歸門入齊，他是執行了兒子的意思，可見他還能夠理解兒子與小宛的感情的。鄂碩是朝廷的一品大員，今日他能夠理解此事，那說明將來會有更多的滿蒙官員也會理解此事的，對嗎？所以，兒子以為鄂碩無罪，不應該受到訓斥和責罰。皇帝，你答應過額娘，不要在董小宛的事上走遠。若董小宛的事處理不當的話，皇帝，你是要失去地位的。兒子以為小宛歸齊以後，皇娘會同意他來慈寧宮給您請安，或者您會去南苑看看小宛。看來兒子是想錯了。額娘是不會見董小宛的，哪怕他改名為董鄂氏。福臨，你要記住一點，額娘對你的愛是最無私的。額娘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保住你的地位，讓你成為一個頂天立地的偉大君王。你自己必須要懂得忍耐，明白進退。如果你再任性妄為，哪一天額娘與你都會死無葬身之地。你與董小宛的事，額娘希望你能冷靜下來，好好的考慮。娘娘，刘公公允許臣妾來看娘娘，這是否意味着娘娘的事情有轉機？現在還不好說。不過皇額娘跟我說，她會保住本宮的後位，她會去和皇上好好商議。皇額娘要保娘娘，那還有什麼問題？臣妾恭賀娘娘有驚無險。現在還不好說。皇上已經下定決心想要廢掉本宮的後位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皇上他若擰起來，皇額娘也經常拿他沒法子的。娘娘多慮了。其實大家都知道，皇額娘決定的事情，皇上是擰不過的。你說的是關係到朝廷安危的大事，廢後之事遠沒到那個分量，因此這事還大有懸念呢。那依娘娘看，這最好的結果會是什麼情況？最好的結果，便是皇上對皇額娘妥協，暫不廢後。可是想恢復本宮的中宮監表，便遙遙無期了。皇上，小婉沒見過皇後娘娘，但小婉聽皇上還有果真妹妹所說的，小婉覺得皇後娘娘並不像蘭貴妃那樣陰狠毒辣。
皇后娘娘只不過是性格上有一些囂張跋扈。小婉覺得，經過這次風暴後，皇後娘娘一定會有所收斂，不會像以前那樣失德失儀了。若真是這樣的話，皇上為什麼不再給皇後娘娘一次機會呢？皇后不廢，蘭貴妃還有榮貴妃就都不用動了。這樣一來，前朝還有後宮也就都安寧了。不得不說，太后娘娘的想法是大有道理的。可你們的前提是，索尔纳會知錯就改。可是朕太了解這個女人了，她要改，早就改了。皇上擔心皇後娘娘不改，那也不打緊呢。皇後娘娘如果真的不能知錯就改，或再犯了什麼不可原諒的錯誤，到時候皇上再廢皇後娘娘，那也不遲啊。那樣的話，太后娘娘也會同意廢後。這樣一來，太后娘娘和皇上在废后儀式上的分歧，不就都解決了嗎？小婉，你說的有點道理，給索爾納一次機會。若他知錯就改，朕就當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不管他了。可倘若他再犯下滔天的罪過，朕到時候再废他，那皇额娘也就說不出什麼了。皇上說到節骨眼上了，這廢後的大事一定要得到太后娘娘的首肯，也一定要給太后娘娘必須有的尊重。對，沒錯。小婉，你將朕的心結一下就解開了，朕的心情一下就舒暢了。小婉，好，這件事情上，朕就聽你的，給索爾納一個機會。主子，主子，納奇來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納奇見過貴妃娘娘，快起來吧，納奇。謝貴妃娘娘。娘娘，這是納奇親手為您做的一件新衣，您看看還滿意嗎？納奇，你為本宮做的哪一件衣服，本宮有不滿意的呀？走，咱們進裡屋試試。娘娘瞧这衣服，看着还滿意嗎？納奇，你做的衣裳既漂亮又合身，你真是太能幹了。那是因為娘娘的人美，穿什麼都好看。不是納奇能幹，是娘娘的美呀，把衣服的好都顯出來了。你太會說話了。蘇娜，你說皇帝冷靜下來之後，會同意不廢索爾納的皇後嗎？姑姑說，皇上同意暫緩1個月下旨廢後。這1個月的時間，或許事情會有轉機。但是蘇娜認為，皇上最大的讓步，便是將廢後的事情擱置在一邊。但是他是絕對不會恢復皇後的中宮監表的。哀家最擔心的也是。娘娘今日笑聲不斷，娘娘好高興啊！你知道本宮為何如此高興？因為本宮很快就要榮升後位了。原來宮中的傳聞是真的，娘娘就要封後了。奴婢恭喜娘娘，賀喜娘娘！起來，起來。等皇上哪日正式冊封本宮為後時，你再跪賀吧。皇後娘娘吉祥。這個皇後娘娘啊，你也過2日再叫。納奇，以後無人之時，你不必自稱奴婢。你是嫉妒的人，又是制衣局的女官，在本宮的眼裡，一直把你當親人看待。納奇謝娘娘，納奇實在太為娘娘高興了。娘娘終於要封後了，
简親王要是知道了，不知道得高興成什麼樣呢。那齊，你明天出宮就可以去告訴簡親王，本宮封後已鐵定無改，就是這2日的事兒了。那齊明白。皇帝同意不废後，皇帝終於想通了。哎呀，额娘太高興了。皇後娘，这件事情兒子想了2天，終於明白了皇後娘的苦心啊。兒子決定不廢索爾納，繼續容忍索爾納。兒子是受了一些委屈，不過兒子受的這些委屈，能夠換來朝廷和後宮的安寧，也就有價值了。其實這件事，雖然說皇帝貴為天子，有時卻必須要受點委屈。既然皇帝同意不廢後了，哎，兒子提醒你一句，兒子說的是暫不廢後。如若索爾納再做出什麼失德失儀、變本加厲之事，兒子還是要廢後的。這當然了。額娘是說要給索爾納機會，如果索爾納就是個榆木腦袋，改不了了，又再犯大錯的話，額娘都不会再袒護他了。多謝皇後娘。小婉，皇上，起来。小婉，朕照你的意思，全都跟皇后娘说了，皇后娘甚是高興。那皇上突然轉變，太后娘娘沒起疑心吧？當然沒有，當時朕說的可自然了。再說了，皇后娘壓根就沒有想到，朕心愛的女人會如此的聰慧，說服朕放棄了廢後的想法。小婉可談不上什麼聰慧，小婉只是為皇上着想，難免多思慮。皇上可千萬莫要嫌棄小婉總是那麼囉嗦。怎麼會呢？朕現在能體會到，有時候忍一忍，退一退，未必是件壞事。皇上能這樣想，小婉真是太高興了。皇上的一舉一動，不僅關係到宮中的和諧，更關係到天下的安危。所以有時候，真的不能過於率性強直。小婉想送皇上8個字，皇上想聽嗎？當然了，再多8個字，朕也願意聽。寧靜致遠，隱忍負重。這8個字，小婉牢記心中。如今我把它送給皇上，皇上覺得可好？寧靜致遠，隱忍負重。敬事房派來看着本宮的那些狗奴才，全都滾蛋了。你們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嗎？皇後娘娘萬福金安，皇後娘娘吉星高照。行了，都起來吧。謝皇後娘娘。皇後娘娘吉祥。太后娘娘有請皇后娘娘過去說話。皇额娘用的可是一個請字。回皇後娘娘的話，太后娘娘的確用了一個請字。皇額娘請本宮去說話。劉公公，看來你真是顆福星啊。謝皇後娘娘誇獎。走吧。恭喜皇上，皇上的書法又升到了另一個境界了。這字別具一種沉穩大氣，同皇上以往的狂放揮灑又有所分別啊。這4個字啊，
朕可是費了心思的。朕足足寫了10餘條，才挑出來這條滿意的。其實小婉送朕8個字，後面的隱忍負重4個字，朕不能寫，也不能掛出來，所以只好默默地記在心裡。好字啊！此刻皇额娘正在向众嬪妃宣布朕不废后一事。这件事情是有违朕的心意，不过朕想到了小婉送朕的这几个字，朕的这股气啊，它就顺多了。臣妾恭賀皇后娘娘。皇帝寬宏大量，決定不廢後，並不是說索爾納沒有過錯。哀家以為，皇後同蘭貴妃都有過錯，但不是不可原諒的大錯。讓董小宛出宮是哀家的意思，他們的過錯在於趕董小宛出宮的過程中另生枝節。皇額娘這麼一說，臣妾心裡就踏實了。臣妾再次恭賀皇後娘娘，盼皇後娘娘早日恢復中宮監表，統帥6宮啊！本宮謝過蘭貴妃。皇額娘，臣妾經歷了這次教訓之後，定會改過讓皇額娘和皇上厭惡的毛病，與眾姐妹和睦相處。皇額娘，臣妾覺得，經過此次南苑的事情，朕有3件事情要告知各位愛卿。這第1件是有關皇後的。想必各位都已經知道了最近後宮發生的一些事情。朕曾有意想要廢掉索爾納，這件事情朕跟皇額娘商量過了。在朕的強烈要求下，皇額娘有些勉強，也是極為不情願的點了頭。但這件事情讓朕頗為心痛。後來，朕聽說索爾納為了這件事情後悔莫及，痛哭流涕的想要痛改前非。朕思之再三，決定不再提廢後之事，再給他一次機會。這件事，朕跟皇額娘說完之後，皇額娘也頗為高興，朕也為自己對皇額娘的孝順之舉頗感欣慰。皇上聖明，廢後事大，能不廢最好。後宮安寧，太后娘娘安寧，臣等也跟着安寧無慮。皇額娘讓咱們談談心，議議事。咱們先從何事聊起啊？皇後娘娘，皇額娘指明讓咱們再議議董小宛的事兒，那咱們就再議議董小宛的事兒吧。皇額娘旨意明確，必定將那董小宛逐出宮，但將她逐出宮，不可再像上次那般莽撞。大家有什麼好法子，不妨直言吧。說到這件事，本宮倒想警告一下靜妃。靜妃，你為了討好皇上，居然跟董小宛結為姐妹，這件事情，皇後娘娘可一定要處理呀。靜妃，你該作何解釋？竟敢與那董小宛結為姐妹？臣妾回皇後娘娘的話，這件事情，皇娘已經嚴厲地訓斥過臣妾了，臣妾也因此和董小宛保持距離，減少來往。只是臣妾
去見董小宛是皇上的囑咐，臣妾不敢違了皇上的意啊。不敢违了皇上的意，那便是要违了皇额娘的意，违了本宫的意。臣妾不敢，臣妾是两头为难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朕要跟众爱卿说的第二件事，那就是朕所爱的汉女董小宛，现在已归我满旗，归在鄂硕的门下。现在董小宛就叫董鄂氏。啊，这是啊，皇上这是。诸位爱卿，此事呢，皇太后已经知晓。今日朕特意告訴諸位愛卿一聲。皇上，董小宛歸旗一事，臣等已有耳聞。可是讓臣萬萬沒想到的是，皇上會在議政會議上提起此事。簡親王認為朕做這件事情不妥，是嗎？是的。董小宛歸我們滿旗，董小宛改名為董鄂氏。董小宛該不該從南苑搬進後宮，這都是朕的私事。但朕考慮到這件事情的特殊性，因此還是有必要告訴各位重臣，這也是朕對議政會議的一種尊重。皇上對議政會議的尊重，臣等十分感激。這董小宛進宮已1個月了，這1個月裡，臣等出於對皇上的忠誠，從來沒有因為這個事向皇上有所進諫。老臣代表議政會議，曾經跟太后娘娘有過進諫商議。太后娘娘她說，皇上答應不會賜董小宛名分，不會換董小宛的住處。臣等出於對皇上的無比忠誠和對太后娘娘的無比信仰，所以一直忍耐着皇上帶漢女進宮引起的巨大混亂。臣期待皇上把這種混亂歸於平靜啊！董小宛歸旗改名為董鄂氏，並不能改變她漢人女子的事實。這一點，請皇上明察秋毫，萬萬不可賜其名分，萬萬不能再讓宮中引起更大的混亂，否則，臣等只能盡忠職諫。皇上，你發作呀！你發作呀！你大發雷霆之怒啊！議政會議會讓你知道厲害，讓你皇威掃地。王師傅的這個手勢，實際上是在提醒朕，現在還不是攤牌的時候。朕知道。朕必須得隱忍，隱忍方能付出。哼，索大人，朕並沒有說要賜董小宛名分，朕也沒有說讓董小宛馬上搬出南苑，搬進後宮。朕剛才只不過是泛泛而談，朕知道。董小宛之事已經超出了一般後宮之事，議政會議如此的態度，朕理解。皇上已經對議政會議許下了承諾，這件事兒就不要再提了。現在請皇上告知第3件事。這第3件事嘛，那就是朕接到了平西王吳三桂的奏章。平西王遵旨進京述職。不過，吳三桂在信中說，他還要去趟江南，為陳圓圓的父母掃墓。大概再有20來天，可以到達江南。1個月之後，他便可以到達京城。靜妃，你要是怕違了皇上的意，偶爾去看一下董小宛也就罷了。可你居然跟董小宛結為姐妹，簡直是荒唐。那是因為
因為什麼？吞吞吐吐的。別告訴本宮，是因為皇上下了旨，讓你與那董小宛結為姐妹不成？不，皇上並沒有下旨，皇上只是讓臣妾去看看董小宛，而臣妾見到董小宛之後，也覺得跟她很投緣，並且臣妾也覺得董小宛是難得的好女人，所以臣妾一時激動，就跟她認了姐妹。皇後娘娘，各位姐妹們，你們都聽清楚静妃在說什麼了嗎？她居然敢說董小宛是個難得的好女人。哼，这可真是要反了天了。静妃，本宮必要讓你为了这句话而付出代价。为了你和董小宛結為姐妹付出代價，待本宮恢復監表之後，定要好好懲戒你這個不明情理的女人。皇後娘娘，臣妾只是實話實說而已。實話實說，好啊，但本宮便要讓你明白這實話實說的後果。待本宮恢復監表之後，定要奏請皇額娘，讓她廢掉你的妃位。想不到皇上最終還是沒有廢掉索爾納的後位，原因出在哪裡呀？到底是誰壞了本宮的好事？姐姐的消息是否有誤？本宮消息不會有誤。前朝有人告訴本宮廢後，皇額娘也是點了頭的，皇上也是同意的。可如今本宮敢肯定的是，該被廢的人沒有被廢。這個重大的變故，定是有人勸阻了皇上。這個人是誰？本宮知道了。誰能有這麼大的膽子，竟敢將姐姐搬下來？董小宛。壞了本宮大事的，就是董小宛。本宮我是栽在了這個不起眼的漢人女子手裡。姐姐，你是多慮了吧？那個住在南苑，沒有名分且無聲無息的董小宛，怎麼可能壞得了姐姐封後的大事？有些事你不明白，可本宮的感覺很靈，甚至能猜到那董小宛對皇上說了些什麼。定是這個女人，讓皇上改變主意，不能立本宮為後，且不能廢後。皇上偏愛她，自然會聽信讒言。這個董小宛已經視本宮為敵，她深知本宮比索爾納厲害。一旦本宮晉升了皇後，她是生不如死，所以讓皇上出爾反爾。定是這個董小宛在從中搗亂。聽姐姐這麼一說，這後宮還真的來了一個可以掀起大浪的女人——江南歌女董小宛。看來真的是咱們的禁地。阿瑪，這事兒頗為奇怪啊！您之前說太后娘娘已透封，咱們家的靈珠娘娘將被冊封為後。那奇也帶回了靈珠的話，說她封後毫無懸念。可怎麼今兒皇上又突然間說不廢後了？肯定是後面出了什麼變故，皇上態度有變。哎，幸好我們沒有聲張，沒有擺宴席，不然我這張老臉往哪兒擱呀？阿瑪，兒子大膽推測，沒準是那個漢人歌女董小宛對皇上進了什麼讒言。之前咱們家的靈珠娘娘可將她折騰得夠嗆啊。是啊，種種跡象看來，最有這種可能。董小宛日後將會給前庭和後宮帶來極大的麻煩。姐姐只是暫時失利，不必掛懷。
依我看，这皇后被废是遲早的事。这倒是。这索尔纳本性难改，如今她还没有被恢復监表，嚣张跋扈之气就已經流露出來。倘若她恢復了監表，定會是大發神威。一旦她神威發過了頭，皇上還是會忍無可忍廢了的。我們再給她扇扇風，點點火，讓她的神威發到皇上、皇額娘都忍無可忍，就該姐姐坐上鳳位了。本宮告訴你，這火該往什麼地方引吧？往董小宛身上引。本宮算看出來了，這董小宛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，無人能及。一旦索爾納傷害了董小宛，那她必廢無疑。保住索爾納後位的人是董小宛，讓索爾納走入絕境的，也定是董小宛。唉，董小宛啊，董小宛，這個名字真是讓人越來越害怕了。嫻妃妹妹，本宮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只有2件：第一，想方設法登上後位；第二，這董小宛是本宮的頭號敵人，心腹大患。本宮一定要讓他生不如死，直到變成一具真正的死屍。姐姐，妹妹願與姐姐同心同德，效忠於姐姐。嫻妃妹妹，待本宮真正登上皇後之位的那一天，你就是貴妃的命了。妹妹謝過姐姐。如今，本宮倒是有些盼着索爾納早日恢復監表。本宮倒是真的有些迫不及待的等着那一天的到來。